村。我也希望我们彰化的施工班，除了技能提升之外，在公安的意识也要保持在第一。所以现场的工作什么最重要？安全最重要，好不好？好。当部长来执行艺考，我们要执行施工班需要分很多的艺考。其实大家平常在技术里面比较看得到，这个承包商的能力就比较差一点。那需要我们依据我们未来台电的整个线路的扩充维护都必须要我们自己既有的人力来做这些工作我们不能只想在包商，其实包商他也人力断层。包商的人也有老化，他们也招不到新血。我们要进行我们彰化区处公务段施工班成立揭牌，现场朋友为我一起倒数5秒钟，5、4、3、2、1，请揭牌。我们今天其实想见证彰化区处另外一项崭新的里程碑，我们感谢各位长官、各位同仁的辛劳，也意味着我们彰化区处公务段施工班将肩负更大的使命。彰化区处，在。承包商，那人力技术路易的短缺，那我们施工班的那个现有的能力也在迈向退休的高潮。那太阳光电目前在彰化区营业处里面已经达到533.59 mega， 那已经是全国第一，申请量一直在增加之中。那人力技术的短缺，刚好我们的施工班在经过2年的筹划，那人力的招募，还有设备及机器的采购，在今天成立了。那整个人力技术的投入，对我们彰化区处的这个技术的灵活的调度，会贡献了一大注意。那也对我们彰化区处的提供稳定的供电，还有提高一个高品质的一个优质的一个服务。施工班将来投入抢修人力，只要有需要我们做紧急抢修的话，那灵活的调度是我们施工班会积极的投入，可以增加我们的抢修的速度，对我们的这个用户的服务会增强的非常多。彰化县王县长来主持今天的这一个仪式这一个我们台电公司在这个配电所这里对我们彰化的贡献非常大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参与这样的一个。我说我们是6都以外第1大的这个县市所以我们要赶快下。我们施工班成立以后，我们对邻近区市将来又可以为我们全体工作同仁。工作平安，身体健康，谢谢各位。谢谢。我们中华非常多太阳能光电，全国电网量第一工作量第一所以我们彰化是墨宝，所以对彰化区来讲是一个很有纪念意义的事情。来，举个赞好，彰化区处，赞。